正确的选择。学校呢，阮的高中同学会要办活动，对我浅显，当然互我一个人食菜，互我同学讲，我敢会当卖去。当然我一个人食菜，伊讲袂使，同学你一定爱来。那么对我浅显，我敢爱去。下面甲互我鼓励一句话，伊讲你若无入去，可能你甲掠鱼掠会着。甲互我安尼讲的，所以吼，学校若要来导人，吼一定要攻击性。我应该爱做厝在来食迄个套餐。我这大鱼大肉吼，最近咧群组内底拢传咧游戏聚餐的大鱼大肉的相片咧。我爱安怎视而不见。看咧不要紧的，咱若无咧食，不要紧的食。但是咧，世间人就是安尼啊。哦，世上人伫学校还袂清楚以前，我嘛是安尼呢。但是咱要靠着咱这道的力量，学校爱来家救我开，对不对？我袂使无去，我一定会去。虽然是我甲讲，啊，咱办活动的，遐济同学打我一个食寿星吗？伊讲嘿啊，证书领只要你吃素。其他的话人肯定是实际的，他们是这样。